美国甲菲律宾南海联合军演动员超过17000名兵员，日本是头一届以作战部队身份来参加。日本军舰雷号4月17日经过台湾海峡赶赴军演，也引起中国不满，派出在军舰通过琉球的玉科底水道来反制。 包含陆海空的多边全联合作战，年度美国甲菲律宾斗阵联合军演20日南海举行，动员超过17000名的兵力。日本头一摆以作战部队身份参加演训，也要伫面向台湾海峡区域实施反舰飞弹拍沉的演练，互认为是美日非这国家伫释放有能力防守强军的信号。 的确是有可能会去做到一个联合打击，或者是资讯传递的效果，希望借此去封锁解放军，或者是去限制解放军在第一岛链的一些相关行动。不过，17日本护卫舰雷号经过大海要去演习，就引发中国方面不满。强军东部战区19组织以33号舰艇编队通过琉球群岛的环东水道。日本防卫省公布监控强舰相片加航迹图。包头舰与其他舰艇组成的编队。 强军讲是要进入西太平洋湾海演训，互认为唔要反制日本，更加是要伫全社会进前向美方表示态度，得到更加多谈判的条件。西太平洋海域呢，它可以对美国的亚太布局呢，或者是印太布局呢，造成这个足够的影响。现在中国准备要跟川普呢进行这个首脑会谈的时候，所准备的牌。 中方操作台海议题向周围国家施加压力，咱国防部长顾立勇讲，强舰经过琉球群岛属个案不便评论，不过拢运用联合情报资料掌握西科威亚动态。也来日本唔拿甲第一岛链的国家合作，也个澳洲确定 MOU， 会以海上自卫队上新的最上级护卫舰来做基础，联合开发澳洲的新军舰。Will deepen defence industry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私はこうした日豪の人のつながりがあってこそ。 真の防衛協力の進化は成し遂げられると信じています。林英又分析，中方加所罗门建交加上强力8世型澳洲，并且实弹演习，已经冲击包含美国加澳洲这民主国家的南太平洋战略。澳洲加日本合作，唔要加强军备，也是表示双方未来有联合作战的可能性，要阻止中方愈来愈扩张的军事威胁。咱国防部也掌握强军辽宁号航舰20日经过大海，各军也严密监控。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中国配偶换国籍做台湾人满10年，就会使做公务人员。最近就头一日去调咱的健保署，健保署嘛表示讲未去处理到机密资料。另外，这民众党的李正秀去互民众党甲开除，伊已经提出申请加处分，要保掉伊立过位。 最近这中会考调健保署正做第一例，也引起外界对治安甲民间资料接触的记录。经过两项条例第21条，中会入职满10年应参加公职考试，担任公告人员甲公营事业机关员工，也应登记参选。健保署证实，这中会伫3月底分发到健保署进行实务训练，目前还未提留正式公职人员任用资格，也要看下机密资料核心系统。 那目前他还在实务训练期间，其实还没有取得正式公务人员的任用资格，不涉及机敏资料的系统。那该名人员他其实不会接触到我们的全民投保跟就医的资料。健保署强调，无论当人身份，拢严格管理个资权限，确保个人健康、自身安全。同款受关注的一个前民众党立委李正秀，被开除党籍的风波是愈来愈厉害。李正秀19日直播内底提出文件，表明兴顺政治院院长王金平无效，向台北地方反映，申请加处分。佮强调家己1万5030天的民众党申诉期限，立宪离职的文件也还未签署。够了！这个就是循王金平模式。 申请假处分，我一直讲嘛，是我的抢不走，不是我的留不住。我想他可能不是充分的理解什么叫做定暂时状态的处分那他跟王金平的状况可能完全不一样，所以就交给司法程序处理，完全不担心。就算李正秀已经向台北地方反映，申请加处分，立报党籍地位的身份。暗过中3月15已经公告，由成大法律系教授考中新地保，李反映会伫2日举行宣誓就职证书，时间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民众党的前主席郭文铁去逢甲夜市拜票时，讲去用喷咸椒水。这调查结果出来，讲是边仔分局长咧试喷的时，才会造成这场误会。台中市警察局表示，已经把这分局长调离开主管职，移送法办。
我代表整个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对民众党来致歉。台中警察局长表现严肃，伫记者会会室内，因为警方确认17暗时伫台中逢甲夜市喷番仔油水，互国民党党籍议员参选人也有志刚等人家属和吸毒无数十人，都是迄一天警方带队指挥官分局长周俊明。过了24个小时，也就是隔天的18号22点，周副局长才坦诚说这个是他所为啊，那坦诚他的疏失。警方表示，周俊明的番仔油水喷雾器害去，所不照规定禁用，或者是放弃提走。为监视器画面发现，伊1点钟内向地面喷4摆番仔油水，第4摆地点是伫国民党9位头前差不多15公尺，才造成一行人无事时会结果2摆，各调离主管职。不过事发第一时间，姚在场市讲有2个可疑查甫人骑机车向空中喷番仔油水，不过清查了排除2人有嫌疑。缩小目标拿去做侦办，所以我们在所有过程中的怀疑呢，我们都会把它做一个整理来告诉给警察，所以从头到尾并没有所谓的自导自演。台中市警局表示，这案件已有人提告，会照伤害罪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民众党是回应，感谢台中市警方的辛劳，不过认为各界警官伫人济所在测试番仔油水造成言路误判，实在是缺少判断。这案件唔拉关系特定个人，各牵涉民众伫公共场所的人身安全，希望后续爱好好调查。幸福社会和海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天气，今仔各地拢是好天，敢若伫咧东部、恒春半岛会落小可雨。咱来看温度。今仔各地温度大约是18度至33度，南部可能会落到35度。气象署也针对台南、屏东发布高温警报，另外也针对台东甲绿岛发布大雨特报。讲到咱即几天各地拢是好天，高温是有到30度。拜四开始，这锋面接近，全台湾是拢会落雨，中部以北的这雨会较大阵，爱到礼拜才会较停。春天天气变化较大，气象署讲好天敢会持续到拜三、拜四阁爱翻天啊。因为拜四到拜六有锋面通过，骨头东北季风，时到全台湾拢有可能会落雨。若雨会为北部扩大到南部，尤其中部以北要注意阵雨，也是雷公雨，气温会降低，一直到礼拜雨势才会转好。降雨预估在周五这天，可能还是在中部以北地区是雨势最为明显的地方，其他地区也还是要留意是会有阵雨或雷雨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比较广泛的降雨预估会是一直持续到周六。那整体上来说，要到周日这一天，随着水汽比较明显的减少，降雨会比较趋缓。另外，根据美国气候预报中心上新的预测，今年出现超级圣婴的几率有25%。圣婴现象意思是海温变高，甚至造成极端的气候，譬如讲高温、做大水，也是可汗等等的灾害。不过气象专家讲，照目前预测模式来看，极低是中度的圣婴，超级圣婴的可能性较低。大部分这个预测哦，这个今年底这个圣婴现象，伊差不多是上低头是咱讲是中度的这个圣婴现象，为即马开始一直到7月左右，是毋是阁有一寡赤道太平洋迄边敢有一寡较明显的、较强的这个台风？而且台风起来后，才有法度圣婴的这个发展是较好一线。气象专家讲，圣婴现象若发展起来，第一，风台生命期甲强度反射会增加，不过无代表风台扫来数量会变多。第二，嘛会造成寡人的时气温变悬。不过专家是提醒讲，预测变化较大，爱阁继续观察，才通确认实际发展趋势。记者吴金阳、谢桂林台北报道。台东的资本湿地2月底拄断火下，无受到讲昨又阁烧起来。消防是加调水车去拍火，另外一方面也因为这县府最近当咧附近做排水工程，而当地水源根本就流袂掉，嘛搁再引起生态危机。黑暗当中，大片的烂仔地，互火烧甲红红，行wat去一个看，路边的草埔一搭刷过一搭，直直拖去，互人看到真惊吓。台东县的资本烂仔地，今年2月底才拄发生一场大火灾，结果4月20又搁熊熊倒起来，就连太麻里都看会到。前江岸前面这一块没有来杀，它距离后面诈骗人造的位置大概2到3条水在了。
大火烧超过3公顷，互消防人员真无用，佮加上当地欠水，水灵车的水险啊无够，增加拍火的难度，也互火势直直扩大。台东消防局赶紧加派水车去救援。剩不到20啊！来，这等下水要过来。日本消防分队表示，20暗时差不多10点外，已经完全甲火拍花，也毋过占地差不多300公顷的日本南马地，2月底也捌发生大火灾。迄当阵生态技工估计烧的面积有来到75公顷。大火过了，保育类的梯家数量明显下降，黄莺也飞走去。短短2个月左右，又搁拄到大火灾，生态环境发出警讯。这个是比3年前的还要多大概1倍，3年前大概是42公顷。台湾画眉、黄鹂跟环境质的声音都还是有，只是不确定他们的食物会不会暂时性的有，一些缺乏。这阵啊，台东县府伫南马地进行排水的工程，也毋过环保团体观察，整治了后，布花江源水袂搁再流过南马地。逐摆大火烧的毋若是土地，搁较是生态甲管理之间也未透开的难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今年的雨水少，全台湾的水情暗倒，清明这春雨来了真大阵，不过对南部来讲也是无够。搁再加上目前早农场开始利用水，咱们水库的扣水率已经无够2成，是最近3年来上少的纪录。再是联合报，屏东的夜市啊，乌白切路店，31岁少年头家手卡紧防切断。狂等伫咧病院门口，经过了解，可能就是伊为着要替家己下骹手人出头，甲这网络伫咧网络甲人呛声，才会去完仇。目前这主嫌已经放成押。最后是中国时报，台北万家这西门町的派出所今年1月有警察看到民众骑车伫咧路边头当作是食酒塞车，甲人扣2点钟，结果人是脑出血，煞无赶紧甲送病院。警察局表示，已经甲这相关的5个警察移送法办。国际货币基金有测讲，今年台湾人平均的 GDP 会成长6.6%，达到42000美金，也南韩是愈来愈多，而且伫咧最近这5年来，这双方的差超过1万美金。这专家是表示讲，主要就是因为咱的 AI 产业真发展，不过这好价产的问题嘛是愈来愈严重。台湾人均 GDP 正在快速成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测，台湾今年人均 GDP 有希望徛住4万美金大关，搁一摆超过南韩。就是没有感觉到有特大的好处，就证明台湾有钱人比较多吧。我觉得还是部分产业，就科技业还是就是多很多。观察最近几年，台湾南韩的人均 GDP，2024年台湾人均 GDP 34238块美金，韩国36238块美金，到去年台湾挖4万美金，南韩是36107块美金，台湾创22年来头一摆超过南韩的纪录。今年 IMF 预测台湾人均 GDP 突破4万美金，大约42102块美金，南韩是37412块美金，也毋过学者认为，过去台湾以劳力密集产业为主，伫1980年到1990年代进前，台湾人均 GDP 甲薪资成长率共款，也毋过最近几年煞明显脱高。去年的经济成长率7%，今年也是7%。那我们各位观众朋友可以自己问看自己的薪资，你的薪资有涨7%吗？没有嘛。所以就是一个产业结构失衡所造成的这种2个人均 GDP 跟薪资成长有脱钩的现象。学者表示，台湾除了人均 GDP 超过南韩，台湾的上市柜整体市值也超过英国，来到全球排名第7。20大国加权指数捌徛上37000点大关，也毋过起伏收煞，收伫36958点，去154点。宽达股台积电以2025块做收半5块。另外，为2018年开始，台湾受益伫国际供应链中组，加上台湾科技制造实力，带动台湾产业出口到美国大增加。未来台湾人均 GDP 会继续甲南韩扭开差距。台湾在这几年，因为我们的科技制造的实力，那跟美国现在重要的 AI 产业的发展刚好是息息相关，所以就带动整个台湾产业的出口大幅的增加。学者指出，台湾的产业优势，若会当继续研发，无排除未来人均 GDP 成长会继续超过南韩。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宣布废台10项措施，讲是要恢复台湾交流。伫咧咱台湾的上总理事长柯树普昨就召工商界来开记者会，讲希望开放这两岸直飞，开放中国的旅行团来台湾。
刘慧是表示讲，任何交流拢无应该有政治条件。这次中国宣布10项涉台措施，针对中国对台湾工商产业的新措施，上总指站甲涉台措施相关产业对外开记者会。会有疑虑的，但是你有疑虑就不开放，有疑虑就不开放，那到底要怎样？双方基于对民众跟企业和跟这些产业的这个发展，不要任何的这个，既然开了就开了，制度化去走。上总表示，产业界希望中国对台开放项目无因为政治因素向停落，向制度化、常态化维持两岸经贸稳定。针对纳入执政管区，爱同款无差别待遇，为促进两岸观光交流，应该全面开放组团来台。对在野党甲政府希望无受政党因素影响，以产业发展优先人民福祉为本，全面开放中国团体来台。陆客没来呢，他沦为我们公司就沦为一般的交通车的司机，有些司机又有不适应的状况，所以他又会沦为别的行业。对中方涉台措施，交通部观光署回应，中期来台无论团体自由行，已经小两会协商沟通。陆委会强调，任何交流措施不应该附带政治前提，不应该加做特定政党政治交易的条件。所谓的惠台10大措施，请中国不要再吃台湾的豆腐了。这不是惠台措施，这应当只是在抢救中国的现在进行式。台湾2350万人需要的是开大门走大路，活络经济、拼经济。我想这是不分蓝绿、不分朝野、不分党派共同的共识。上总呼吁两岸政府爱加速沟通配套，开放两岸直航。在野党甲政府爱对产业人民有利，该开就开，该放就放。不过经济部也发声明回应，强调台湾经济发展无行回头路，唔拿甲台湾签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ART 等，甲日韩等先进国家也陆续强化双边经贸关系。因为这几年咱经济已经大大行出家己的路，甲世界来接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去年11月底，这香港防火湾大火造成168人死亡，79个人受伤，是香港数十年来上严重火灾之一。即马过5个月啊，受灾户是头一届总算会当转去处理这款物件。因為我預咗乜都冇啊嘛，就竟然俾我執得翻啦嘛，咁咪又開心啦。都冇晒，即係其實全部都係灰嚟嘅，翻到得翻平係啊。官方讲，即届是開放到5月初4進前，予受災戶登記，大家登記限時3點鐘，全部攏愛掛喙罨，穿這防護衫，而且也無電梯通好坐。有民間業者是熱心來提供這 AI 機器人，或者民眾爬樓梯會當較省力。極端氣候，在紐西蘭首都威靈頓已經發布大雨紅色警戒，引起崩山土石流，已經傳出講有上無一個人失蹤。第4個所在居民已經趕緊撤離，政府也宣布緊急狀態。紐西蘭北島有首都威靈頓，透暝落大雨過了，4個亂草草，市區的車輛予土石流沖壞去，擋土壁也予大水沖歹去，街仔路4個全土埋。威靈頓大部分地區20發布紅色大水雨警戒，市長宣布首都進入緊急狀態，呼籲地勢較低所在居民愛趕緊撤離。We know that some people have been evacuated. Council has set up an emergency assistance centre. So for the southern suburbs, this has been a pretty serious downfall of rain. 威靈頓地區對17開始出現極端的天氣，頂禮拜透暝落大雨，予市中心商業區甲南部的郊區做大水，崩山也閣有嚴重的土石流。1點鐘以來，落77毫米的雨量也創紀錄。威靈頓消防甲緊急救援部門表示，一暗就接到上無150通求助電話，崩山引起的震動，予居民抓準時地動。The heavy rain came blowing through and it woke me up, just the rain, and then there was like a gentle earthquake. Well, it wasn't an earthquake, it was the hillside coming down. I woke up this morning at 6 a.m. and looked outside and there's like water everywhere and I noticed like a car down the street's been, all the water has gushed and shunted one of the cars into the other. 目前传出有一个60岁查甫人失联，警方当咧找人。威靈頓公共設施包括大眾運輸、圖書館、公園，攏會關到4月21日。紐西蘭國家氣象中心指出，紐西蘭中部地區未來28點鐘，也閣會出現大水雨、雷公雨，也閣有透風。紐西蘭北島頂禮拜才拄到熱帶氣旋，帶來大風雨，而且造成部分地區進入緊急狀態。公司新聞警官強編譯。
来看欧洲国家保加利亚4月19大选，目前的开票是前总统拉德夫所领导的保加利亚进步党摕到45%，是大超过另外两党。有国在国会会当摕，国会拢总有240席，会当摕到超过130席，占过半。华电报道指出，保加利亚这摆大选投票率超过50%，是2021年4月以来上悬的纪录。今日上新的开票结果显示，前总统拉德夫领导的保加利亚进步党，已经开出超过6成的选票内底，得票率约近45%，远远超过另外两个主要政党的13%加14%。有加伫240席的国会内底，进步党有可能摕下130多席，远远超过一半多数。We need finally a path to democratic, modern European Bulgaria, where the people are free to declare their voice, they're free to vote, because it is still a problem in Bulgaria, free voting. I believe in him. I see that he's like he will do, not only talk.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every topic, not only in political topic, in every topic. 空军小将退伍的拉德夫，从事政治以来，最摆主张以务实态度处理对罗西亚的关系。伊认为应该以维护保加利亚自身的能源安全为第一优先。对于欧盟制裁罗西亚，特别是能源企业，拉德夫拢真反对。伊也无支持欧盟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援，因为这妨害罗西亚甲乌克兰冲突最终以外交谈判解决。Today's relations should be based on practical approach, especially in economy, especially in security. I do believe that there will future steps to finally set the relations between Europe and Russia based on a security agreement. This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our future. 也真当然，拉德夫和支持乌克兰的其他欧盟会员打上亲罗西亚派标签。这摆大选的对手也讲，拉德夫就是保加利亚的后班。Well, I'm very anxious, let's say, because if he's so pro-Russian, this might be very problematic. 半岛新闻网加国际媒体分析指出，拉德夫这摆所以吸引真侪少年人出来投票，有关投票率主要原因其实是内政，不是对外关系。拉德夫拍出反贪污，也有拍到财团的垄断，也有稳定政局的政治主张，和真侪5年来看到8摆大选，感觉真心的选民有新的希望，真侪拉德夫胜选的关键。广西新闻徐嘉玲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泰国北部火烧山，泰国总理阿努廷亲身去勘灾，讨论空气污染的问题，讲后续会招各部会来开会，制定对策，定出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今日下为止，一个查甫人压枪，弹死一个加拿大人，佮造成数几个人受伤，凶手随后自尽死亡，警方已经介入调查。美国甲伊朗的第2轮谈判，明仔载伫咧巴基斯坦的首都举办。美国副总统范斯会带团去参加。川普表示讲，若是双方无法度达成协议，伊无可能佮继续停火。这荷姆兹甲伊朗的港口嘛无可能开放。讲到这中东的战事未收煞，外国媒体就报道讲，大数一台载200万桶油的油船，拜六对荷姆兹出来，按算这5月初6就来到咱台湾的卖料。这批油会当互咱当半个月。另外，这台电也决定讲要互这卖料的下碳机组，搁再发电3个月，引起环保团体批评。唔通小请你放心，我的阿母。抗议的中部民众手机改编的歌曲，受到美伊战争影响，国内的能源供应也在做调整。台电决定中期卖仔料烧炭技术3个月，有计4月中完成招标，引起群团不满。驻北立法院举行记者会，批评政府要毒害中部的民众。你若安尼，正搁互大家用火发电，官员也是全台湾大家关心台湾环境跟健康的人，应该是希望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早日脱离无煤。群团业这期，那战争情况恶化，今次中期3个月时间，会个延长，互人无法度接受。不容易等到除役了，大家心中放下了一颗大石头，又要复辟了。那地方的农渔业，包括居民的健康，该怎么办？是为了增加这个天然气一个调度的一个韧性，能源的韧性，所以我们就参考像国外各国也都纷纷就是有的是启动燃煤机组或者是
解除他们一个燃煤发电的一个上限了。对此，台电回应，为了增加能源韧性，对国际营营的做法也强调，今年用碳量未超过去年。除了供电基地，随美以战争继续发展，荷姆兹海峡防封锁也地占中期。根据外国媒体路透社引用航运分析公司 Kpler 内容。大陆海军的载运原油轮运升轮，顶礼拜来已经载200万桶的原油通过荷姆兹海峡。如果5月7日会到马亚寮港，大约会当供应台湾8个月用量，对缓解台湾欠油的情形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中东的战事嘛，带动国际油价，咱国内线的飞行机暂时是拢也无起价。立明航空是搁再宣布新服务，讲你若愿意来加钱，就当先选择较快的位，买当新旧飞行机先领行李。国内线托运行李柜台头前排队排真长，若无想要排队，有国际航空业者宣布会推出加值服务，特定的机型付费指定加大座位了后，就优先登机、优先落飞行机加行李优先处理。是比较宽，坐得比较舒服，又有优先上车这样上机的，对，所以会考虑是。对对对，空间大，坐起来舒服，我觉得加点钱没关系啊。现在收费了，我觉得算都还可以接受的价格。以台北飞机门单刷卖大约2500块，加钱了后换3000。立明航空最近宣布4月底起升级加价所有服务，选 A321机型头一排较快位，优先上飞行机、落飞行机以外行李也优先处理，收450块。华信航空无特别广告，也毋过详细看定位细致，也讲到国内线特定机型也应该加300块选位。加价的8个座位呢，在国际线属于商务舱，那之前呢是当做经济舱来销售，而现在呢则是回归市场，由使用者付费来增加额外的收入。那收费呢，其实跟高铁的商务舱对比呢，还在合理的区间。额外的付费取得额外的服务，对公司的操作来讲的话，就是我可以把整个服务的项目做更精致的一个切分，对于整个运作而言，会有更加经济实惠的这种趋势。以日本 ANA 为例，对今年5月底也对国内线票价提出更加有更加详细限制，亲像会使加钱免费边境航班、加钱选位这服务。航空学者分析，另外付钱摕到这个加价服务，将是一个趋势。回归使用者付钱也更加了解旅客需求，提升营运的效能。记者综合报道。马来西亚前一阵有掠到一个诈骗集团，内底有2个台湾人，上当可能强判10年，强判鞭刑。这也引起咱台湾社会讨论，讲咱台湾敢有需要用到鞭刑来阻止犯罪？刑警到这边介护将人押解回来台湾，把有19名台湾人跨海到马来西亚，设立起帮诈骗靠台马合作，专防遣返回国。好了，各位同学再看。咱国民众海外犯罪定有听到，当地台马警方高破晓早起几点掠到有台湾人涉案，综合当地媒体报道，涉案的不法集团伫面册开假口子，装作客户人员诈骗。台马警方17点开查册，掠到11名嫌犯，其中包含2名台湾人，并且遭检调搁较原因发条强调，犯罪者面临相关10年的有期徒刑之外，也恐惊搁受鞭刑处罚。通常会关系到这个鞭刑的，比如讲有这个强奸罪行啊、贩毒啊、绑架、贪污啊，都会被鞭的。鞭刑还算是高的，因为像我说，有些他们就是会政府想要达到这一个组合的作用。按照马来西亚法律，当地职业律师点出，涉及谋杀、贪污、诈欺、性犯罪、甲掠人讨钱等罪名，犯刑属于重大犯罪。50岁以下健康男性嫌犯，都可能另外封判鞭刑。专案有咱国民众涉入其中，咱国刑事局回应，台湾人嫌犯身份甲案情拢也咧查证。鞭刑公投，遏阻犯罪。鞭刑议题不时伫台湾引起讨论，那伫公共政治网络参与平台，有人提案引进鞭刑制度作为附加刑，处罚部分重大犯罪行为。当日也有立委有意推动鞭刑公投，也毋过台款会提出无同的看法。我们就先不要讨论人权，我们甚至先看它的效果。大家很不要想说一打就会怕，其实一定是不是这样？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真的是已经到了。就是你可能是犯罪者的时候，其实你会因为有鞭刑就不犯罪吗？其实不见得。面对国内犯罪，敢是爱用动刑方法，修法特地鞭刑处罚，社会有正反的声音。记者综合报道。
那讲到即马网络顶，嘛有真侪讲家己是专家，是在地农民，要用真俗介绍骗你来买果子。那这种诈骗通常都会先创一个注文的网址，叫你来爱写资料，叫你就爱来写验证的号码。嘛提醒大家，来路不明的网址，就千万唔通黑白点，才袂互骗去。摕汤匙来挖，夹刀来切，影片内底一粒一粒水果青的裤内架，互人看甲嘴烂，强要滴落来。大部分民众讲，家己是在地台南人，代代毕业来种裤内架，一箱5斤卖150块，要买的人家己加好友就会当注文。因为台南大内是台湾上大的裤内架产地，咱实际甲影片摕来去问农会甲农民，大家一看到这款介绍甲数量，拢讲哪有可能？批发价大概伫咧台斤伫100至110块啊。所以你讲网络上30块，这我看不出来啊。其实有一些早生种，就是它，就是花开的比较早，是少量啊。可是那个你要是还是要针对那个个别农友，他有自己有在那个直接栽培，然后去购买。其实那个量都几箱而已，不太可能有市面上说什么。大出的那个问题，因为台湾的裤内架7月才会开始大出，即阵大卖介绍一斤上少嘛爱100块，大文顶悬一斤才30块尔，农民认为是骗人的，根本无可能有这款介绍。对此，台南市警方也证实，这是最近定都出现的诈骗手路，因伫顶个月底就要接到民众来报案，想要到这2天又搁出现啊。卖家出示超商寄货系统交易失败截图，谎称民众因为通过实名认证导致订单被锁定。连带卖家账户内的新台币50万元也遭到冻结等话术，远警听闻后告知此为诈骗，因而成功拦阻诈骗。警方表示，除了裤内以外，进前慢慢用白蜡、蒜头的名义来拐钱，亲像这款用网址骗人路定注文，然后爱民众甲验证号码，天地的转销金价的方式，是这阵诈骗集团上爱用的手路。提醒民众一定要细致，连结唔通黑白点，才袂受骗了钱。记者李新武、柯家如、柯超勇台南采访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高雄市议员区有显的红赛，因兜开的食品行向检举讲，甲对中国甲越南进口的物件改做是台湾货，有各种小的这中倒肠也用到，检方已经介入调查。随风逼出涉嫌甲食材改票啊生产地代志，高雄市议员区有显红赛张干正贵开的大发食材行，伫大寮2大仓库早起也是会当看到有货车、冷冻车出入。根据了解，去年11月，高雄卫生局接到检举，大发食材行敢若甲国外进口的食材，包括中国的白麻、越南的里瓦果，摕来改票啊生产地，用台湾生产的票啊去出货。卫生局抽验了后，已经甲报告送交高雄地检署，按照是案法甲早期罪进行侦办。于115年3月4日，持法院核发之搜索票搜索业者，并传唤张简信负责人到案。经检察官预支交保5万元，本案将持续调查相关证据，以厘清事实。那这次的问题也是来自于之前的行政指导，绝对不是所谓的恶意欺瞒那我身为议员，我的立场其实很清楚实案优先实事求是，有错就改。针对外界指控，市议员区有显也出面替红赛规定，强调是行政作业定数的误解，因绝对无条件用生产地来趁钱的想法，会全力配合调查。另外，业者涉嫌改票的食材，唔闹卖给高雄地区的餐厅，佮敢若有出过互国校啊。有当事学校也出面证实，确实有用到生产地食材，因对食材验过一向真严格。不只过这款改票的做法，学校真正无在调防。签约的部分是招标都是由原生社统一处理，那我们是有表达过，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帮我们更换厂商。到底是行政定数造成误解，还是挑工用生产地来趁高空？目前检调单位等咧厘清侦办。区县表示，只要做唔到，因会改进。而针对大发食材行技术甲生产地食材送过学校使用，教育局表示，目前也伫咧调查当中，只要确认违规，相当除了罚款以外，也会甲厂商解除合约。记者柯家如、柯超勇、高雄场报道。3月小马祖大甲妈今透早8点举办隆重的祝寿大典，下暗就准备要回銮。也那白沙屯马，昨是透早6点对通宵的公所出发，伫咧新埔的这秋茂园换做是八人大桥，下晡已经登去到宫田宫来安坐，宣告今年的进修行程顺利圆满。白沙屯妈祖的八人大桥3进3提一标登来到苗栗通宵的宫田宫，上班的信众来到白沙屯迎妈祖登家乡。
妈祖銮桥在入庙了后，随着关庙门，老祖马、大马也着小号庙风车落桥，众人一手接过一手，恭请妈祖热心帮安坐，进行活动也着算圆满结束，一直到12天后5月初1才会开锣。妈祖回宫安坐以后，入宫天宫庙埕，也由第二老祖、副老祖甲头家等等传三声拜天公，含众善男信女香灯卡做伙祈求风调雨顺、合境平安。白沙屯妈祖进香8天7暝行程，20是最后一天。妈祖銮桥自透早6点对庙的通宵顶公所起驾，在下晡4点10分顺利入庙。也因为进香路途遥远，妈祖銮桥自古拢是用较轻的长桥，一般是4个人扛的。20在回宫进前，也有一项重要的仪式，就是换桥。銮桥8点40在秋茂园换桥，白沙屯大马、罗祖马换坐8人大桥，山边马也改坐家己的新桥。一同向白沙屯宫天宫献上圣肉，拜好友，迎三拜礼，拜。前总统蔡英文嘛对妈祖行回銮的行程，伊的发文表示，妈祖信仰毋那是宗教，也是会当团结众人的力量，让台湾面对未来的挑战，通互相扶持向前行。记者卢尚珠、郑俊佑综合报道。台湾的家比赛伫咧世界杯友花比赛摕得冠军，伊的作品有洗手铿、麒麟鹿加鸟铿的友花，大家都活灵灵，咱做伙来看卖。用上真正的感情，伫咧家比顶面溜花，每一步拢真重要。甲目睭点入去，伫桌顶扣一个高水的细形就出现啦。这是2026年 WCC 世界溜花大赛代表台湾参赛，得到世界冠军的林小欣。备赛期差不多有4个月左右，就是每天的练习，我大概早上9点半到10点开始开机练习，到下午的5、6点。就一天大概8个小时，所以一天大概练最少有100倍。林小欣的专长是动物溜花，这届决赛伊准备小型、长按鹿、小鸟型3种动物去比赛，每一杯拢足传神。要参加世界比赛进前，需要先得到台湾的冠军，才有世界门票。林小欣对2019年开始参加台湾溜花大赛，参加6届台湾比赛，拢总摕到3届世界赛门票，这届伊总算摕到冠军。2020年、2023年，拢得到冠军。啊，毋过伊伫世界迄当阵进入决赛，得到第3名。即届去美国，就得到世界冠军。世界溜花大赛是全球家比界上有指标性的竞赛之一。这届拢总有33位的世界级家比师参赛，经过3天的竞赛，摕到世界冠军。这一路以来，伊感谢伊的女朋友支持伊的梦想，陪伴练习，才有机会用家比，互世界看到台湾。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农业部公布去年在全国厝内饲的猫仔甲狗仔的数量，狗仔大概是146万只，猫仔是174万只。含这前2年比起来，这狗仔有增加，狗仔有减少，猫仔有增加，而且也是这统计以来头一届，猫仔比狗仔更加多。去年8月刚养。讲到饲猫仔的一寡代志，王小姐甲因猫仔懒懒的个性抱伫怀中，也显得特别舒适。因为猫仔破病，伊甲男朋友特别为家人塞车到台北的动物病院就医，希望提供宝贝猫仔上好的医疗照顾。王小姐讲，猫仔无像狗，逐日拢需要带出去散步，对工作无用的因较适合。平常工作比较忙，猫的话，其实你有猫砂盆，然后它又比较能够自己独处。就比较方便。我的话，因为我比较懒啊，我比较嫌麻烦啊。对，要遛狗，然后要带它出去上厕所啊什么，然后它自己厕所会自己解决啊。经济农业部上新发布2025年的全国家犬家猫饲养数量的电话访问调查结果，掠算出家犬数大约146万只，比2023年大约148万只减少大约18000多只，减 1.2%。也毋过家猫数超过174万只，比2年前大约131万只增加大约43万只，增加约3成3。先进国家也的确就是猫的数量会逐渐的比狗多。都市化的关系呢，它的这个空间，大家居住空间小，它在比相对小的环境，它容易适应。因为动保法已经在2年前公告将家猫纳入宠物登记对象，经过去年1年的完抢，今年开始正式执法。经济农业部统计，家猫登记率2年之间已经增加8%。农业
部也因应整个目前的一个趋势，那养猫的数量比较多，所以才在前几年把猫纳入为登记的动物。大家比较关切，而且饲养数量也达到一定的一个规模，那也应该要纳管。另外，甲县管理上农业部强调，狗母的绝育率是控制繁殖、减少流浪狗产生的关键指标。即摆维持较悬的比率，显示源头管理措施也是有发挥一定的成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人工生殖法的修法，未来无结婚的女性和这女性同志婚姻是拢有机会适用人工生殖法。专家也有测讲，未来每一年照精子的需求会大大增加8倍，嘛建议政府爱提高关精子的营养金，对8,000提悬到12000。经过20多年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会搁再来修法。未来单身的女性同婚家后，渴望纳入人工生殖适用对象。国内卫生情专家有估，未来每年照精子生囝女性大约2500人。虽然照精子需求真悬，不过实务上可能出现真欠精子的情形。我觉得我会，如果它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的话，我觉得我会选择去就是去支持这个议题。如果这捐精捐出去，假设这个小孩子未来出生在一个不是很幸福的家庭，那我其实就某方面而言，我可能会有点 guilty。依照现行卫福部国健署规定，年满20岁也未满50岁男性，无遗传也是传染疾病的人，经过医师评估，就使申请捐精子，营养金补助上悬8000块。也不过医师讲，台湾捐精子人数原本就无多，其中超过80%捐精子的人，因为病眠无困、欠缺运动这生活习惯，造成精虫品质合格率较低，所以呼吁政府提悬这个补助到12000块，希望让健康男性较想要捐这精子。对他表述他是一个善意的第三者，对不对？应该是这样。你想他多了8000多12000，他就会怎么样吗？变富翁吗？不会吧。台湾的8000块，以国际来说已经算是蛮多的，而且我们其实是以补贴的方式，补贴像营养啊、交通工时损失等等，它不是报酬性质。国健署强调，现行捐精子相关费用不是社类性质，而是用来补贴这捐精人营养费用。金额甲世界各国补偿费差不多。未来法规若扩大人工的生殖对象，确实有可能提悬需求。会继续来收集实务运作情形，随时调整相关配套做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 AI 咧发展，目前大多数的 AI 资料库拢是用主流的语言来运作的。人伫咧美国的台湾研究员张凯维，伊就认为讲台语的所谓平权也真重要，所以伊就创一个 AI 台语资料库，或者智慧家庭用品会当用提供这台语的服务。来看公司国际记者彭主席报道。欢呼台湾侨民对麦克踢出台语语句，这笔资料随即输入 AI 台语资料库。当前全球 AI 发展，多数以人口基数较大的语言建立资料。也毋过，伫 MIT 的台湾籍研究员刘凯辉认为，台语的所谓平权也真重要。因为对开发人工智慧学者来讲，台语是一个真趣味、真有挑战的语言。目前像英语甲华语，伊伫网络顶讲足侪资料，台语伊的资料较少。这套叫做台语 Speech 的资料库，结合关键字比对大型语言模型，叫做语义标注。台语语料会当超过几啊种写的系统，直接用语音形态提供 AI 模型辨识。这套技术为台语出发，未来也会当套用伫其他语言。伫美国，我会使去熟悉无共款的学者，国际上无共款的学者，我就会使有这个机会去甲大家讲，台湾有这个台语这个语言，伊真特殊。我希望甲台语作为一个范例，阮若会使用上少的资料，加这人工智慧听有台语，阮就会使用相像的技术，甲人工智慧无共款的语言。这人工智慧资料库以开源的方式免费向全世界公开，未来嘛使用做长照，也是智慧家庭等等的所在。因为咱遮用的都是按以前阮来读册进前了解的，真侪家庭是安尼，因干那捌台语甲英语，你若用一个华语，因听无，嘛无法度讲，所以做出来物件会当互真侪无共款的人，用台语的人，用华语的人，拢会晓用。所以这部分我是足侪支持。伫美国大桥社群保留家乡无共的腔调，互台语 Speech 现有的3000笔资料更较丰富。这座 AI 台语资料库由 MIT 甲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阳明高等大学甲南加州大学合作，台美跨海研究，为何 AI 笼罩之下，台语使用者的所谓平权。公司国际记者彭主席美国华府报道。
Amazon 的创办人贝佐斯伊的太空公司拿元礼拜发射火箭，是头一届使用会当回收搁再利用的第一节推进器。这未来发射成本就当大大来降低，挑战马斯克 SpaceX 业界地位。3 good engines on landing burn. 新克伦火箭19位佛罗里达州卡纳回来角发射成功了后10分钟，用可所用的火箭推进器就成功回收，直直稳稳落伫大西洋海面顶悬的转接轮。不过，伊所在 AST 太空行动通信火车蓝鸟7号虽已经顺利甲火箭分离，不过正值错误轨道 AST 发布新闻稿表示，因为部署位置伤过低，无法度继续运作，爱互火车脱轨伫大气层内底来收掉。19是新克伦火箭第3摆升空，也是第2摆用共一推进器，而且成功回收。这对能源公司来讲是真重要，因为要证明应用可所用推进器运营可靠，应常态性使用，未来才能提悬发射频率，降低成本。过去敢若马斯克以海大型火箭应做到这一点，能源拼命咧做，目标是将新克伦打造成做 SpaceX 来因9号火箭可靠的替代选择。新克伦火箭是专为高端商业发射市场设计，高度将近30层楼高，一公尺长的片锥，在空间正大，一摆任务应发射真一条卫星。虽然这一摆任务也有缺陷，不过拿元强调，设计目标是未来50到100年的太空发展趋势。去年11月，因也宣示，美国建造更较大的超大型载运火箭新克伦高城市。即马太空产业竞争一直提悬，贝佐斯拿元甲马斯克的 SpaceX 竞争是愈来愈厉害。双方若伫商业发射市场咧拼场，也积极参加 NASA 的定位计划。两间公司研发的定位登陆器也拢伫明年阿提米斯任务内底接受测试，目标是伫2030年进行重回月球。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皇家音乐厅伫咧疫情期间开放予学生来读册，门票犹太也干那扣一个意思尔。这也予这个百年的传统的这艺术场所开创出一种全新的经营模式。有历史意义的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皇家音乐厅，台顶的乐师当咧演奏德国作曲家佩海贝尼的 D 大调卡农。不过，大卡少年观众说是无咧注意台顶的演奏者，一个一个拢真注神咧看因的电脑，看起来是真古怪。其实这场演奏会并不是一般的表演，是皇家音乐厅所安排的，让学生在音乐的协助之下，看册也是做工课的固定专场。It's actually very calming and helping and concentrating on the work that we have to do,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surprises me because normally I don't really listen to classical music, so that's a new experience for me. I don't think it's difficult to multitask here because it's really quiet environment and nice quiet music, so that helps me to concentrate and I'm not having any difficulties multitasking. 对一个有138年的历史的音乐厅来讲，这是吸引少年人的好机会。这场专门为学生囡仔看册、做工课开的音乐会，敢若代表性的收钱，大场的票钱唔免100块，佮提供免费的 WiFi。互真侪学生摕因的家笔、课本、甲电脑，行入去这个有拉维尼、华格纳、莫扎特等大师作品的音乐殿堂。阿姆斯特丹的皇家音乐厅总监表示，希望学生体验过这个美好的空间了后，会主动回来欣赏正式的演出。Well, it's one of the many ways to welcome younger audiences to the Concertgebouw, and it's such an inspiring place to study with great music in this wonderful.Beautiful environment. 这场活动也为传统的百年艺文场馆提供全新的经营模式和转型的理路。唔但打破古典音乐地位真高贵的刻板印象，也创造古典音乐甲少年世代对话的机会。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天气报你知，今日各地拢是好天，敢若伫咧东部恒春半岛会落小寡雨。下晡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2度至31度，中部地区22度至31度，
南部地区22度至32度，东部地区22度至29度，大岛地区18度至28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